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真欢迎咱会当搁一摆来到伫咱读圣册部文字的节目，会当透过读圣经，咱学习台语，也欢迎每一摆咱拢有无同款的来宾来到伫咱中间。今仔日我要甲大家介绍我拄仔熟悉一位新的朋友，伊拄仔来伫教会无偌久，所以我要请伊来做一寡自我介绍，好无？大家好，我的名叫做辛明明，我是高雄人。大学伫台南读学了就毕业就拢留伫台南做工课，即马是小提琴的老师。哦，伊是一个小提琴的老师。所以我真好奇的一个问题是，为什么你会来到伫东门教会呢？因为我伫网络顶悬看到台语查经班的活动，对这真有兴趣，所以就来看卖。所以为什么你对台语的查经班特别有兴趣呢？因为台语是我的母语，毋过伫出社会了后，基本上就无啥物有机会当用到台语。读圣经的时阵嘛，真少用台语读，所以希望会当透过安尼机会，练习台语。真特别，咱踮伫网络顶面会当邀请到一位少年人，伊欢喜要读台语，所以来到伫咱的教会中间，嘛照着安尼要拍一个广告。即马每礼拜拜五暗暝的7点半到9点，咱的教会有一个台语查经班的时间。这个台语查经班安怎进行？其实就是来到伫迄个空间内底，你全部拢会讲台语都袂当讲华语。所以强迫咱，互咱进入一个台语的环境中间。所以望透过安尼，咱会当得到进步。毋知影你参加第一摆，你有啥物感想无？真趣味，真正是一直讲台语。就是一个爱强迫咱一直练习台语的过程。所以今仔日咱欢喜会当有移民来到伫咱中间。咱今仔日所要读的所在，咱要对马可福音，咱要对21节读到43节，这是一段较长的一个范围，不过伊是一个完整的故事。所以咱即马就来请移民来带咱做伙来读台语。马可福音第5章21节。耶稣搁坐船过去湖的迄边岸，伊伫湖边有一大群人聚集过来，活来。有一个会堂的主管叫做耶路来，一个看到耶稣，就趴伫伊的骹前，恳求伊讲：“我的细汉查某囝得要死请你来甲伊换手医好。”互伊会活，耶稣就甲伊去。有一大群人嘛，话话快快缀伊去。有一个负责人伫迄路边站伫年久，伊有互真侪医生看过，受着真侪艰苦，甲钱拢开了了。伊的病毋但无较好，颠倒若上重。伊有听到耶稣的代志，就客入去群众内面，惊活去耶稣的后面，摸伊的衫。伊想讲，我干若摸着伊的衫，病就会好。好，台到伫遮，咱注意几个所在就好啊。其实移民的台语真正袂歹。你若是甲人讲你头一摆来到伫教会，应该无人会相信吼。好头前的所在湖的迄边岸，湖的迄边岸，然后有一个字咱嘛较少看到话话快快，话话快快，就是一大群人伫遐一直跪伫遐，要做伙来向前行吼。好，安尼咱会当对29节佫继续落去。伊的血流随时止。感觉身躯的病已经好，耶稣随时知有气力对伊出去，就活过来问群众：什么人摸我的衫？门徒应讲：你看规阵人在甲你客，你哪会讲什么人甲我摸？耶稣4颗脸转看一个，爱知什么人甲伊摸？迄个负责人在伫
使伫伊身上所发生的代志，惊甲皮皮带，就拍伫耶稣的骹前，将隆重的实情讲出来。耶稣甲伊讲：“查某囝，你的信心，互你好去啦，平安倒去，你的病已经好啊。”耶稣又在讲的时，有人对会堂主管的厝来，甲叶老讲：“你的查某囝已经死去，哪着搁劳烦老师？”咱看一个所在伫好吼，伫头前30节的所在。耶稣随时知有气力对伊出去，就挖过来。挖头的意思就挖过来。这个所在伊是挖过来。后边的所在惊甲皮皮带，惊甲皮皮带。这个所在咱嘛会当搁注意。然后耶稣甲伊讲：“查某囝，你的信心吼，迄个心的所在，喙需要合起来。”然后平安倒去，你的病已经好啊！所以踮伫遮几个所在，咱若确定就会使。你的查某囝已经死去，哪着搁劳烦老师 ？OK， 咱搁对36节继续落去。耶稣有听到因讲的话，就对会堂主管讲：“毋免惊，只有着信。”伊就带彼得、雅各。甲雅各的小弟约翰做伙去，以外毋准别人缀伊去。因来到会堂主管的厝，耶稣看到场面真乱，有人在吼，有人大声在哭。伊一个入去就甲因讲：“恁哪会哭甲乱糟糟？即个囡仔毋是死去。”是在困，因就甲伊踢笑，毋过伊甲因拢赶出去，然后带囡仔的爸母甲迄3个门徒入去囡仔的房间，伊牵囡仔的手，对伊讲：“大力大果米。”意思就是，查某囡仔，我甲你讲，起来。查某囡仔随时爬起来行，因为伊已经12岁，因非常着惊。耶稣严警戒因，毋通将即个代志互人知，阁叫因摕物件互查某囡仔食。好，感谢伊明，伊带咱对21节读到43节，我感觉伊读了真正袂歹。所以你看有白话字无？大部分看有。大部分拢看有。毋过爱转换一个。爱转换台语，所以安尼你读了，毋知你有啥物感觉无？感觉我需要搁加练习。感觉搁需要加练习。即马少年人会当。读遮好台语的人，其实我忽然感觉做这个节目了后，比咱所想象的搁较济呢。就是会晓读台语的人，比咱所想象的搁较济。所以今仔日咱真欢喜，移民会当带咱做伙读这段台语圣经。其实对第5章21节到43节，这是一段真长的一段圣经节，所以读了真好，嘛真欢喜，咱会当踮伫遮做伙来学习。咱感谢移民带咱来读圣经，煞遮咱嘛将时间交互月亮阿嬷来带咱听正确的版本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欢迎咱后摆咱继续来努力。马可福音第5章21节，会堂主管的查某囝，甲治着血流病的妇人人，耶稣搁坐船过去湖的迄边岸，伊伫湖边有一大群人聚集活来，有一个会堂的主管叫做叶老来，一下看到耶稣，就趴伫伊的骹前，恳求伊讲：“我的细汉查某囝得要死啊！
请你来甲伊换手医好，互伊活活。耶稣就甲伊去，有一大群人嘛话话快快缀伊去。有一个妇人人治着血漏病12年久，又互真侪医生看过，受着真侪痛苦，搁钱拢开了了，伊的病毋但无较好，颠倒若上重。伊有听到耶稣的代志，就跨入去群众内面，行倚去耶稣的后面，摸伊的衫。伊想讲，我简单摸着伊的衫，病就会好。伊的血流随时止，感觉身躯的病已经好。耶稣随时知有气力对伊出去，就挖过来问群众：什么人摸我的衫？门徒因讲：你看规群人在甲你夸，你哪会讲什么人甲我摸？耶稣试互恁转看一下。爱知什么人甲伊摸，迄个妇人人知，伫伊的心上所发生的代志，惊甲皮皮喘，就趴伫耶稣骹前，将拢总的实情讲出来。耶稣甲伊讲：查某囝，你的信心互你好去啦，平安倒去，你的病已经好啊。耶稣还在讲的时，有人对会堂主管的厝内，甲耶稣讲：你的查某囝已经死去，哪会着搁劳烦老师？耶稣有听到因讲的话，就对会堂主管讲：毋免惊，只有着信。伊就带彼得、雅各甲雅各的小弟约翰做伙去，以外毋准别人地去。因来到会堂主管的厝，耶稣看到场面真乱，有人在吼，有人大声在哭。伊一个入去，就甲因讲：恁若哭甲乱吵吵，这个囡仔毋是死去，是在困。因就甲伊踢笑，毋久伊甲因拢赶出去，然后带囡仔的爸母甲迄3个门徒入去囡仔的房间。伊牵囡仔的手，对伊讲：第二代古米，意思就是查某囡仔，我甲你讲，起来。查某囡仔随时爬起来行，因为伊已经12岁，因非常着惊。耶稣严严警戒因，毋通将即个代志互人知，搁叫因摕物件互查某囡仔食。感谢咱亲爱的观众朋友对咱这个读圣册部文字节目的支持，互咱会当不断透过读圣经来学习台语。每一礼拜，咱邀请无同款的来宾踮伫咱中间。每一个少年人因的台语程度拢无同款，但是重要的是，我期待会当带因开始学习开喙讲台语。有可能小可讲袂标准，有可能迄个腔嘛听起来怪怪，但是抱着鼓励的心，我想慢慢来锻炼，一集来练习的时阵，咱的台语会愈来愈好。咱的圣经节目，咱也特别摕一本，用这本来做咱的版本，这是现代台语的译本。这个译本踮伫今年度这一年中间才出版。是足侪圣经学者以及牧师用真侪时间来做翻译的工作。
我相信这本圣经对咱学习台语会当带来真大的帮助。伊一边是汉字，一边是白话字，所以咱会当两边做伙来三对照来慢慢练习。所以嘛，鼓励咱亲爱的观众朋友，若是你也未买这本圣经，我会鼓励你，会当到伫广播社，还是踮伫圣经公会来买一本属伫家己的台语圣经。缀着咱的节目，读马可福音，慢慢来读，咱就会哪来哪得到进步。搁一摆感谢大家对这个节目的支持，因为有咱大家的分享，会当做伙推广台语，互愈来愈侪少年人，也是愈来愈侪后一代开始开嘴讲台语，做伙也对上帝的话得到祝福。感谢大家平安。